我从小啲啊出生呢，我当怀念我爸爸、我妈妈、我嘅祖先啲啊都会讲咯。我细细食到家度种出来嘅菜，种出来嘅水果，係非常嘅甜，非常嘅有滋味嘅。我就当怀念。当我做兵做嚟过后，我就见小讲，浸出脑袋好味思，所以说我就想讲，我要做一个农，开始用有机嘅方式来种，关于自然嘅成长。一行到一度嘢，都做一个传统。我就希望讲，本一个下一代嘅子弟有几个菜係樣嘅來生長，樣嘅真係健康嘅菜。從我的爺爺奶奶到我的爸爸媽媽，那每一代的傳承都體現做中學跟學中做，就是代表我們客家人團結凝聚的精神。那我覺得我們的客家菜一樣可以結合不同的元素，那跳向另一個舞台。春意水讲人言，江浙调重现。春分过去，强凉多，后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五下线，梦中对风素年。西瓜清甜，风里望。太初本年苦渐渐，日秋处处甜归烟，年年应团圆。日冬小雪十八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美丽12日到尾嘅数位雕刻嘅文化扬名國際，晚上嘅影響行客沉入到烘農老山土風哦。聽位嘅人，讓客家文化用到飲食、老人文藝術地圖來重點日常嘅美好。因為呢啲人嘅民族行12日嘅素材來品嘗兩位嘅家傳料理，感受一下兩位嘅國色浪漫。嚟哩。苗栗三茶，全國幾個台鐵 Q 山線，全係彩鐵嘅好山好水，老古建嘅淳樸浪漫嘅民風，有百年歷史嘅數位雕刻藝術文化，出台本素材新嘅生命意義，還可點出三茶天有雅致嘅風情。今本日嘅第一站來啲探訪，算係三代同堂嘅家傳好美食。Hello， 人好，阿姨我看到哎，阿姨好久不見。唱丑，哇，咁香哎！那我一年來就批到人家就會茶米嘅香味。都好啲泡茶，真嘅都要給你手，很有不一樣的風情。劉仁豪，彩鐵客家人，自細喺客家狀態嘅，對客家飲食文化耳濡目染。喺阿婆老爺愛嘅美好教育之下，後生嘅佢有沉穩嘅氣質，識去到紐約讀書嘅人豪，心心念念都係客家文化嘅前景，希望延續家族精神，讓客家實力美好推向國際。你們家店都冇窮用誒！我第一次來到傳統地都係被先邀請坐下來泡茶誒，而且有按鈕茶席都要傳統地，其實是很特別的。中華會有按鈕嘅擺設，甚至是要邀請客人進來品茶呢。因為其實我們家一開始就是做餐飲，然後說做餐飲之後換爸爸媽媽開始，他們其實一開始出來是做人文藝術藝品。我爸爸以前是刻木餅，因為三義條街對不對？三義的地理環境很特別。啊，而且你們應該是從小耳濡目染。對，那現在到我這一代，人文藝術，還有客家飲食，還有伴手禮，全部串聯起來。哇，我覺得這樣子很棒，因為太極嘎對亞給三義的印象就是想到木雕街。
可是呢，来到贵家庄又一定要吃美食，可以把这两个度后都 get happy 的发，会让人家感觉到，哎，不是切割开来，它是融合为一体的一种美感。其实就是把艺术融合在生活里面。其实艺术它本身不是一个门槛，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它。其实它是可以很生活化。真的哈，我算是跟仁豪上一次有认识过是好朋友。我今天看到妈妈之后，我才知道你的这么对艺术的品味，一定是从妈妈来的。妈妈一看就是一个艺术大师，真的。就是从以前刚嫁来三义的时候，我们就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。我觉得它是可以生活化，它并不是有门槛的，一般人都可以。那茶也是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化历史啊，所以他们从小跟他们讲茶呀、花呀，这些都要融入，它是结合任何的空间，它是可以增加生命的。艺术就是生活。仁豪妈妈讲，此生活地度培养青年人嘅艺術思考，留內在涵養，將來啲各行各業都會有幫助。此時天天睇人學生活經驗嘅仁豪，我想帶我來嚟老熱嘅菜田市場，來嚟尋佢每日愛用到嘅奇食材哦。仁豪亞特別就係三義亞最大嘅市場哦。姑叔，你做條街誒，行去大雷啊市場順賣東西哦。當然會啊，其實我們很小的時候就常常跟着爸媽出來擺攤，其實也很習慣了。對啊，所以基本的食材的採買也是必須的，到處跑。所以你算是市場通哦。市場長大的小孩。真的，家幾邊啊？你喺度買嘛？家？五谷雞。五谷雞哦。係。五谷雞，好，來你看啊。條街友，你好。你好，哇，你生的雞好香哦！新鮮的雞10月都開香。你真係10月哦？係啊。你講我來買嘅五谷雞係嘛？五谷雞。五谷雞。要炸係冇？你都打一可以嗎？我自己來看一下。哇哦！哎，做乜解要選五谷雞呢？因為營養價值比較高。真嘅哦，要看營養哦。韓國咧五谷雞係鹼性肉啦，它身體有鹼性肉。鹼性肉。鹼性肉。真嘅哦。鐵質含量比較高。品種關係。品種的，天生就是比較好的體質這樣。就是母乳咧，佢天生最母乳。哦，較雜，身體較雜啊。皮膚會管。可是這樣子，較好的話會較貴嗎？較便宜咧。真的？因為佢上完久的時間。哦。玉米自己修的時間較久。是。按用其他的做的吃哦。那都差不多吸煙葉就做得買誒。老闆娘，我跟你說，因為我會怕，可是我得要拿，就是拿起來幫我看一下嘛。哦，我有看呀。我有看幾個較好的嘅。因為你地都有爛咧，就表示佢較熟碎。來，看呀。屁股太太有嘛，就表示佢較熟碎，叫上爛咧。啊，幾都好誒，上爛咧。上面就較粗有嘛。真的，這個屁股比較大。不過佢較太就會變得較皮。哦。你不較粗，係啊。有較皮。係啊，較油。跟仁豪，你要選哪一種？而且較皮嘅。係啊，佢煮起來要較成熟、較滑嫩。我說一般來講，看師傅啊。啲中華文化地度有營養補腎嘅五谷雞，自古以來本人看作係藥用珍禽之一。熟悉市場買賣嘅仁豪講，泰國後生啲市場地度新世界記得嘅當珍貴。除了老母卡人有窮樣嘅肥業，還跟老長輩學到嘅當道生活智慧哦。剛剛聽啲仁豪去市場後買好呀嘅五谷雞，再來呢，我聽阿婆就是我們呀店店嘅精神領袖，對不對？安子生。安子生，叫我來燉起白。阿婆，剛剛我想講，讓黑馬婆時，我很心虛，因為你可以落像洗牙機一樣誒。我做下胎嘅。做下胎嘅。係啊。皮膚還好。按姿勢。這成條路呀，仁豪叫他去市場偷五谷雞，哎，他幾多市場很吃得開耶，很吃得開，做呀細出細，人當然吃。係啊，佢當乜人嘅呀？對誒。哦。他同學嘅。我教啊。我教。細人做我教啊，乜解做我教啊。乜解做我學？係，乜解做我學。真嘅。也七八學。係。唔是客氣。我盡量識嘛。盡量識，客家人咯。
唔惊颜色，唔惊颜色，客家人哈，门打开来，你们来就讲吃饱嘛，吃饱嘛，哎，还有一些药。还有一些的药做什么？哎，唔过唔看你头摆做生的啊，做传统啊，都按辛苦，一下孙呢又转来做，你唔会唔盼的嘿。人讲一点错一几句啊，哈，马开行业就会做，哈，讲人的行业冇重要。阿婆，按用讲起来吧，他从小出生你就培养起来传承了。我大概顺来做爱。然后这就是一道很道地的姜丝大就 OK 了，我还没跟你聊天，你就煮好食耶！还有还有啊，老三，好，中文在了，哦，OK，剪掉，还有啊。我大概顺来做爱了，全部培养起来。我7个孙来大概做爱做牙孙。哇！不管女孙外孙，天天做，做天天做。其实刚刚说奶奶就是我们的精神象征，精神指标。那其实从小奶奶也是带我们就是做中学，对，就是只能做，你要做你才会。谁天天做？对，没有假日啊，你没办法像一般小朋友这样子出去玩。可是长大了之后才真的是需要时间，一开始真的是学就怎么做，后来才慢慢的体会到就是为什么做。可是阿婆，你要解答一下，到底要传本给嘛？传本给对人的诚实，诚实，冇骗你，做人要诚实，要诚实，做生意要对人好的，客气，客气。人讲见面3分情，对人，较有诚意的话，人就会感觉到哦，有些人的安乖，一个教育就是传承下来，客家人的精神就会讲对人。亲切，亲切，对，亲切。就像娘家的，你们天天都会抱抱吗？哎呦，不讲女孙外孙，转来看他到处先那嘛。真的啊，根本冇看到人家的那。你看行业是。呀，做个做谁？呀，头做谁种人？做谁种人啊？呀，头在张哪？阿婆係生人嚟嘅精神形象，無論係料理手藝，也係人情世理。第10項用嘅做當中，兒童木水，行卡唔忘本，實現第2項。沙聽下來，我選老人好媽媽，學一出經典嘅傳統客家菜。好，太子第一出菜，你要講下做呀嘛？嘅菜咧？芎絲炒太菜。竹蟲炒芎絲對不對？竹蟲炒，係真因為愛好農業。你还家行業，真嘅，感覺客家都懂好哎。可是你現在要做這一道是客家經典料理哦，應該係做的，應該係做的，因為婆婆一定有教你，對不對？當然啦，它是精神指標。好，咁呀，搞俾你。先熱鍋之後哈，芎麻先弄好了。先炒。我剛才很想問你說，你那麼漂亮，一個貴婦，你好會天數做好哦。呀，經典以前係炒起來啊。這個是你的地盤就對了。以前也搞盆去上菜，看不出來。底爆香之後哈，然後再加一點酒，讓它味道有入味。然後酒，我們的味道先讓它入了之後哈，讓它酒跟薑的味道是融合一起。然後我們就是加一點醬油膏，所以醬油膏下去之後，然後那個再加我們的蒜汁，青蔥油來，然後一起下。大腸下之後，然後這個就一滴嗆下去，對，馬上快火，就這樣拉一下就可以了。前後大概不到2分鐘就做好這道菜人好會做嗎？會啊，佢一定會啊。真嘅哦。廚房冇這個會做唔得。然後這就是一道很道地的薑絲大。就 OK 了，我還沒跟你聊天你就煮好食耶。好太重，真的。它不會落體，因為我現在還處於在很震驚當中，可能太子啊一臉就是一個貴婦的樣子，炒起菜來是很殺的哦。你看說人好轉來夾傳湯，你支持他嗎？當然啊，
这样有一个传承下来也很好啊。而且从刚才我们泡茶的时候讲到，要把这样精神传下来。是啊，从细刚他给的就空关嘞，就州关嘞，所以他们现在在接是比较快上手。移动了解要用了运动啊，那也很肯做哦。爸爸妈妈带着做，所以他们也很愿意跟着帮忙这样子。另外朋友就讲生意全部懂管，真的。这也是自己觉得还有某头的吗？还有某头啊，老三。好，中文的了。哦 ，OK， 剪掉。还有啊。喜子当好嘅人好妈妈，其實未當過料理哦。老強用係客家深口嘅家娘，學煮食素呢。搭台之間，常有一種溫柔嘅力頭傳遞。人好媽媽老細人呢，係先生，未係朋友，全心老家傳秘師，搞本期到來發揮。好，剛剛呢已經聽到媽媽來強好做料理了。那接下來是換人好登場，人好你要來煮乜菜？豇爆麻油五谷雞。哦，刚刚买一个五谷鸡，听起来很难呢，很功夫的菜色是，所以前置作业很长。前置作业你有做了什么？鸡要先烫过，先把血水烫出来，那烫出来之后再炸过，要低温油泡，要泡到它上面的那个油脂。我们不是选比较油的五谷鸡吗？要把它上面的油脂的油先逼出来，把肉汁锁在里面。低温油泡几久哎？要泡差不多10-15分钟左右。真的假的？给你有泡哎，15分钟它不会老掉吗？不会，就是要低温啊。真的。要很低温。要很有功夫哎哈。那个时间要拿捏了。好，胆枪糖要养就知道功夫菜，而且有一点创意在里面。先看你怎么做，我等一下再跟你一起学好不好？好。我现在看到你有这2个东西，火锅味狗马片，五谷鸡。嘿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一个叫擀酥。擀酥除了低温油泡过之后，准备要炒之前，还有一道叫擀酥，就是油温要到很高温，很高温之后丢下去，马上捞起来，大概重复差不多3次。好，那看来这一道我应该没有办法帮你了哈，我在旁边给你加油就好了。料理，这不是客家菜吧？这个算是比较创新的客家菜。创新的客家菜哦。50年前客家人吃的口味跟我们现在客家人吃的口味也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口味这种东西是必须与时俱进的，以前的精神来去做现在的客家菜。所以这一道菜是年吃以哪出客家传统的菜色嘞？是以前我奶奶教我的一个特别的菜色。那我有跟奶奶其实有稍微的讨论过，就是要兼顾传统跟创新的菜色，要怎么样需要去弄，要口味让他试啊。你都 OK 的要让他试，他觉得 OK， 他觉得 OK。哎，永够3拜嘛，因为我一直跟你聊天，我都没有帮你数3拜耶，所以等下我们就可以来炒喽。等下我们就可以来现炒。創新可能係時代改變天朝愛嘅，不過人好堅持用傳統元素做基礎，就像列出薑泡麻油五谷雞，脆脆嘅皮，撈雞肉米薄黑黑，高用糖、麻油、火辣辣炒過，加添上人嘅香甜幸福味哦。好，今天呢非常欢喜哦，所以老太去给他看他的生涯传翻，哎，真的是3代同堂哎。我算是跟仁豪同一辈的7年级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厨艺好好哦。等下一张的检查看，今天我有跟他一起参与，有没有被我拖累到？等下坤啊，有没有 OK 这样子？大概来啊。好，紧张一下。我们先吃这个好不好？刚才那个太极贤带进来之后要煮葱炒芎丝，然后来吃坤的来。哦，又酸又脆，含加一个薑麻都好生呢，拄好呛的那个火候跟时间，呛都嘟好上有 Q 感。所以那个竹虫炒芎丝2个精髓，第一个就会竹虫本身比较有韧性啊，那种越炒越香。第一个精髓就会给它这种酸溜溜的 Q 感。对。接下来阿婆这个厉害耶，刚才仁豪说做这个有经过你核可才可以上菜的。对哈，呀哈。薑麻会做到吼，有安尼蔬菜，有口安尼口感。看家当尾切的切都像包都像纸一样哎，这也是客家人的萝卜切。真的，有啥吗？有。啊，你试试看。那先吃2个吼。
哎呦，你有冇按这？董秋生应该都是变的，因为啊。对呀，呀吼，凊彩要有安尼口感。越炒越香。越香，唔好查。揪落个糖落去，本身中嘛迄冻辣咧，毋过俺呀炒落去，其迄拄好诶，辣老糖安样夹到清拄好诶。对，但是也个有个鸡肉，了个正经迄功夫菜，古所了其好好啊是。哎呦，好酥哦！因为我们刚刚第一个步骤用那个低温的油炸，然后外面会酥，里面肉汁会锁在。里面是嫩的。里面是嫩的。牛感觉到也皮变肉，酥香，又香又酥。我不会当蔬菜，低度那个鸡肉的肉汁还锁在里面。对。特征年代嘅饮食文化冇共樣，第三代同堂嘅翻蒸蛋糕，融合嘅傳統客家菜，留新式嘅風味。能夠一出經典嘅客家風肉，老黃金比例嘅三層肉泡過後，師傅落到入面，食起來肉皮又唔會呢改，展現嚟料理嘅真功夫哦。平平的那些客家狀態的些阿妹耶，但是我其實是很羨慕你的。你看娘母卡有阿婆、媽媽、貴母卡，你很開明，這樣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來選擇，讓他做的轉來加傳湯。就像一開始奶奶跟我說在做中學嘛，那其實一路走過來，其實媽媽也是，因為媽媽在奶奶底下這樣子也是這樣傳承下來，那我也是傳承我媽媽，所以我們也是然後說在花車底下長大的小孩，有媽媽在上面賣米食，我們就累了就在花車底下睡覺這樣。按摩還，可是日子是很快樂，對不對？很快樂，一路走過來到現在，其實也很感謝以前小時候讓我這樣子做。太極，你剛剛有講的，會不會捨不得小孩子那麼小要一起忙？當然也會啊，因為這麼小就幫忙。可是那時候我有一個信念，我覺得小孩子就是要學習，他才會有他的感受。在所謂的感受，就知道說，這個事情是怎麼去完成，這中間的過程，因為都他自己經手嘛，他也有看到，所以他以後在做任何的事情，他會比較將心比心。覺得我們家是身教，細人咧吼，從細就帶身邊的細人吼，比較較唔會去學壞。阿公自家吼看到做位，吼就較實在。好，因為我也都做乜個東西吼，按自家能得食，咱能得拿出來俾食。按自家食唔得啦吼，食壞自家身體嘅。就冇拿出來，好，但是我教牙書呢，教牙成就講，我要將心比心，好，我按你做出來哈，才會永久傳承下去。我呀第三代我講，我很驕傲呢，真的哦，我乜當驕傲呢，講啊，我第三代，貴後生誒，攏係平胎呢，係無所講哦，我教伴啊太奶嘅成就。我太太嘅成就有教伴啊，天起來，好，也係有教伴人來，就是當歡喜對不對？我就是感覺到當驕傲。當驕傲，係啊，一開始你先開始呢，你是精神人物。對。阿婆講嘅將心比心，傳遞一生人真誠對待人嘅信仰。喺料理地度，總是達好美食嘅變化。啲什麼樣地度，時時俾人想，食言食福。我想阿婆嘅驕傲，就會留兩份信仰，完完全全交俾子孫。看到佢哋用善良嘅心意，將客家精神正義永遠傳承。你可以對人下嘅人好亦無卡人，天天神仙，夢想上嘅美麗行卡上癮。稍等下來，我哋拜訪山上地度能愛意嘅好美食哦。嗨，唐太公。啊，民主安坐。安坐。安坐都無限呢。山蛋糕就安尼嘛，天時凍到變吼。山蛋糕吼，就係因為一下凍下頭嘅時節，就會較多雲霧嘅個感覺。很像仙境一樣哎。係啊，迄啲蛋糕幾舒服嘅地方。真的吼。唐有名太高，菜地客家人。
后生时节是去到台北好挣财，因为中意山蛋糕较慢嘅生活，转到故乡。唐太哥接下老人家嘅农业，用友善嘅方式种各种青菜果子，还有保养嘅好蔬意。两公婆就用太自然嘅料理来接待人客。哇，太哥也做芽菜园哦。係啊，也就係我嘅五毒菜園。點嘛該不要搬嚟係麼？哦，唔係啦，民族冇按講啦。所以我要稍微把它爺爺那張提供給到下波去前面，對不對？對。但是我怎麼知道它在哪裡？可能就知嘅。我過到記麼？嗰時我要功夫哦。那你來先表演一下人嘅功夫了。係嘛，學嘅係就係一樣嘛，嚇。好。唔係啦，民族冇按講啦。佢呀，本來唔係地天啊嚇，呀係。這是什麼？呀係個呢龍鬚菜嘅果實。什麼？你萬中班呢？你講香煙瓜。香煙瓜絲啊！香煙瓜絲嘅嗰樣嘅大字。天啊，第一把看到哎，我是鄉巴佬了。我而家地度還有吊菜啦、萵苣啦、小黃瓜啊，還有頭誒，有蘿蔔咧，有麥嘅。好，咁今日要嚟做乜嘅？做乜嘅？今日你綁蘿蔔咧？蘿蔔到哪？頭家鄉。在那邊啊。我帶你，好。太哥呀，你種緊蘿蔔咧？對，也就係蘿蔔咧。種到暗多。做也係一部分啲，該較多嘅一綁體咧。也種緊個白玉蘿蔔。胖肉蘿蔔咧。某些有誒，對不對？從吃成這樣。我也係嗰樣嘅無毒嘅。無毒誒。民眾那就提一下嘛。有蟲嗎？因為剛才你說沒啥藥，不會有蟲嘅，對不對？有蟲嘅唔好講啊。超級怕。係啦，一千條放嚟，好啦。拔蘿蔔，好像蠻好拔的。輕鬆嘅綁就綁好起來了，也就係啊。好大哦！呀，民眾啊就較冇按體條。姑說你係四胎全家都會做農嗎？我爸爸教下來，啲啊3、4胎人都啲啊係做農，但是山丹行學當苦，冇好嘅一個事業，就促使變咗就去嗰邊做些，做到做餅過後啊，香港老人家攞入山上嘅農事冇人家嘛，冇後生人家。但是大家是咧思想講，人才愛留落去，冇人才好，冇後生人來做一田，做一山勢，我也就利用機器，要買台挖土機，就買挖土機來推農民工作。真的？加強農民嘅農事，因為安尼關係，我去老人做事，我就有現狀一對一補。乜嘅補？我補養啊！真的很愛搞笑哎，真勁啊解啊！真勁啊！我去老人做事噶哈，結果就都奶都不一樣啊！哎呀，對嘅嗱，我嘅聰明佬啊就講，這個年輕人很可以哦。佢同我開玩笑講，哎呦，人北講哦，喺唔做事，喺冇錢好本啊，咁會老人讀書啦。哎呦，講到就心癢癢了。好開心哦！老田派嘅唐太哥向蘇港中，自家冇背後就係家嘅農園四田頭，細細土地種係幾下種嘅青菜果子。除了青山土地，未堅持特項現榨現煮，本人客食到清澈嘅青菜。綁好蘿蔔嚟過後，農園體驗還冇結束哦。唐太哥我帶我來理解，哪個一項食材？哇，要做nhà kéo馬耶！要做係kéo馬。哎天哪，這個我是不是不小心踩到懂得kéo馬？唔怕啦，佢入面有得高嘅，有得慢高嘅嗬。那個也特別kéo馬。等一下，太神奇了，我要來看一下。可是我上把一個嘅kéo馬，那個薑類不是都是在下面嗎？對。喂，它為什麼在這上面？而且也可以來見糟蹋了耶。也係語言嘅成長嘅，語言嘅成長啊，嗬，因為個體白嘅種嘅薑嘛，難唔拉，一毛潮就會本身嘅蟲係食到，就講可能會較早。這樣子薑嘛，還那個什麼？
这样我也唔好再实体啊，所以我要稍微把它爷拉长提供几多下不几层咩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怎么知道它在哪里？可能就啲嘢。我改到几么？假使我要功夫哦。那你来先表演一下人嘅功夫了。希望學嘅嚟就嚟熱講嘛，好。我们试试看，都在东南倒闭哦，挖宝一下。Happy。哇，我看到了，刚有盖起来耶！哇，这真的太漂亮了！哇，所以这个是你2年前种下去的。对，2年前种。你特地为我盖出来，好感动哦！總有1年嘛，就算落獎咧。種獎嘛千件天呢啊！因為一種獎嘛，種一擺獎嘛，要停5年到7年以後。當做在反中，真的假的？5年到7年，孩子都長大了耶。當然唔係咁簡單，真的。佢種一講嘛，種一擺過後，佢會有個安尼根啊，有根脈，有個有殘留嘅，有個有個全身，有全身殘留到有內度方，一定要5年到7年，佢將會揾一土地分化體，有個皮分一土地皮分將會恢復。哇，很有心呢哦！你找到你那个農場啊，來到這邊也是，都某些又這麼用心栽培。看哪個東西都啲嘅，就跟你的人一樣開心。你經常講呢個食嘅東西，一樣係將食出健康，喺朝下就方向去行。味道自家身體嘅健康，也味道嘅消費者嘅健康，就說憑良心出發嚟做。對無窮樣嘅節氣農作當屬，唐太哥希望留耕種嘅學問、留技術交俾下一代，幫行卡度嘅後生人認識食物嘅來源，了解講康健有善嘅食材無限改得到哦。留走成顯棒嘅老皮咧，洗槍徹底過後，我來留唐太嫂強下來晒老皮乾咧。好，家下呢，太高講好，佢一個怪獸嘅對雜寶就是你。各種嘅時節特殊也強下按，最近我過做些轉來也顧向各個機型啊，佢向做怪獸嘅就談戀愛就開始就認識就談戀愛。我來洗下老皮咧，我來先用嚟做咧。呀，老皮咧吼，剛剛有切好咧，對，然後就撒一絲絲的鹽，椰豆嘅鹽，椰豆嘅鹽，好推佢安尼滷啊，兩撒來滷香哈。可是香安牛紅，然後給抽啊，有點出水之後，是不是英國100來講炸鍋，對不對？比較乾。大部分人是有炸鍋，但是要先切先篩做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，就是黑公100來講的話，大家做炸沙條。對。但是如果今天的話，你沒做一頭按辣，對不對？直接做的篩嘛，哈。對。哇，大姐，我覺得你跟大哥真的是天生一對。因為你們兩個的笑容都一樣，好可愛哦。冇啦，憨天天啦。台姐，剛你一口一口的時間，就是這麼大間你們的夢想中的餐廳嗎？冇呢，我以前做嗰種嘅菜包嘅，佢是起步呢。後來就因為我身上係是怪獸嘅，然後也賺了。係啦，也可以安尼講。啊，後尾啲咧習慣又講較大了，我身上就講愛做專業向做一棟來哈，本期來接觸人家山方嘅講安尼大自然啊。煮兩山昂昂的吼，煮唔知好行，煮安尼昂昂的見做到根本也一好啦，一步一腳印哈。有人客來呢，就當歡喜啊，因為人客也按辛苦都給方按驗爽了呀，當然，按就種到較健康的東西啊哈，像按自家山方會種香菜呀、蘿蔔的啦，安尼四季的菜哈，分也等人客挺好的朋友，對，果然是山上的天生一對。但人上又有得位微笑嘅王太子，仲係人哋講啱啱嘅做，除非有好成果。頭下嘛竟然天下四面攤，算唔錯，唔過咪係真快樂。接因為人客談到名聲來到倆，吃到當滿足。每本太子堅持對食材到料理都愛親身來做。好，太子，你今日有嚟講嚟做嘅料理係乜嘅？3杯雞。3杯雞，客家3杯雞。跟住哈，我一個用我做，你來教我好不好？好，按腳碼。
用嘛，好嘞，用嘛切家用的对不对？嘿，早上吼，他他家就去过江嘛。系啊，也喺度白山白枝哦。太子，那你阿妹做出迄老蛮然好诶。我去到人家也特别人做工的哈，佮有个欧巴桑啊，有送梅放梅啊，都他大好的。真的哦，迄安尼起家哟。我说廿个数你真要好好感谢记得哦。对。我有根本伊咧按好的嗰种嘅成就，就迄许多嘅人做工嘅嘅向去学按倒转来吼，我真有根本伊，喺无办法。喊迄种样做农啦，真嘅。对。哎呀，我们有需要嗰样嘅好油。好，我来拿两个迄嘛。系啊，按姿势有名字。我用阿姨，很可爱。大姐，幕前幕后都带你一下。按姿势。赶好油来上车哈。也赶好油落去。佢呀做下係全部都唔知晒都係無限。冇呢，因為24年嘅嚇，佢轉來我做香港原本佢做，我老人家唔好做嘅。原來也沒這麼天數誒。喂，真的哦。因為年輕人回鄉的話，轉來就搞本機啊。最好呢。人家年紀有嘅就推到後輩來種快樂農村這樣子。真嘅。我也就從頭做係。禮拜六、禮拜日就輕快樂嘅日。因為大家回來看你們，對不對？他講人客會來，人家打嘴鼓啊。好，兩下生下來咧，兩下嗬，按照登記安尼翕登記模擬下，被收支，對不對？對，按張前後背按張來邊呀，前插個辣椒嘅兩樣。好，最後再放。好，蓋，趕快把鍋蓋先蓋起來。好，我就檢定鍋蓋登記翕。講到咱嘅學料理專項，伊有客人始終鄉下嘅田園生活，看得出王太子嘅歡喜。傳承媽媽嘅客家好數年，有家甜地為創意考試，老傳統嘅客家甜板，料料嘅煎糕，生下來會有乜嘅本人想唔到嘅變化咧？好，三天好了呢，要請到泰國太姐來耶蔡陽呢，來教我做這個料理。哇，蔡陽。今天呢，剛開始跟你學做料理就很不一樣哦。光是你從這個態度上面，這一身廚師服就覺得做料理是很專業的。在我們做料理之前，先條問，做料理嘅時間有幾長誒？超過10年。真嘅？超過10年。佢看起來你懂後生誒？你幾年次？77。跟我同年，我差點叫你大哥誒吼。主料要給點用啊，剛剛都給炒的時間，最後面要把它收汁起來。我想跟他說有個中料啊，金白點可以煮到底度。重點是，中麻的米頭呢，有一些爛爛的米唔夠粗點的，它就是有這種辣勁。同年，我差點叫你大哥哎吼。姑說你以後做料理有10多年，那你不就10幾歲就開始做料理了？其實從小就有跟媽媽在學，所以那時候天數啊，天數真的。但是呢，今天這很不一樣哦，也係甜板係嗎？對。而且你看，人家甜板已經有老幾用木頭好啊，對不對？對。這樣子其實已經很好吃了。那這些呢？也係落配豉油下邊去炒豬油。這個真的。這樣唔會按糟。這個做得薄脆薄哎。對。這個很好吃。早上阿妹有聽媽媽叫我洗落配乾。對。對，這也是自己家種的落配類嘛。係自家種的落配去洗的。好，我讓我來做，來聽聽以後開始前做。好，第一就係也用的。這樣子。好，還有呢？炒嚟係也。你炒香菇哎，炒菇哎。你看你那麼年輕，會用這個加這個料，很厲害。除了老媽媽好以外，我看你料理底子10幾年呢，還有出去學。有出去到師傅學。真的哦。飯店個傳堂。哇哦，那你跟榮師兄有這麼多時間，你不會有一點點猶豫害怕嗎？唔會啊，從細天也會做到太
无做看没看到要行。真嘅。啊，毋过看到这家业的安辛苦，其实都会好，没会舍不得啊，也会担心啊。然后其实妈妈身体也没好，所以也是年人的啦。要迄转来的时候就，夹转来承接安尼。对，你很勇敢呢，没懂友好，看到爸爸妈妈那种唔攀的鼓手，一定要这里。最重要还是陪着他们，对不对？对。人就係安樣，離開嘅家鄉，整體講無卡嘅好。蔡陽講，出外讀書做事嘅人哋，難免會掛掉野愛。沙有時講，轉無卡會多一副碗筷，造成負擔。呢下可唔可以中法料理嘅蔡陽，帶點功夫老創意，希望本場同客家菜有很卡多嘅變化。都要到位嘅食飯幾好呢？你看一下都點安分的啊，景色對來走成頭來都兩下變化好多哦。山東哦，變化無窮，走成安步嘅景彩一直喺變，你呢個時間來看就冇重要。對，嗰時候你要把我按講一些乜嘢片類啊？要沒偏愛，別就呀，十分危機冇辦法。好，放閃再回家，我們先吃飯好不好？好，對，吃飯看有點。先來這邊，來吃，先是太極粥呀，跟三杯雞，好不好？好，來，大家來品嘗看呢。用不慣用的呀，不用做一聽後生嘛，對不對？跟我啊，跟米條用比做起來咯。真的，你很會那個，哈，很會怪什麼呀？沒了，沒怪啦，17個共18啦。那蔡陽，你要學這一點，你今天都太害羞了。好，來試了吃吃看呢。來試。有馬切亞中的哦。對，有鮮怪嘅嘛。哇，咁嘛有包到就有小。哦。啊，剛剛我哋呀，咁嘛是落去食材站的。除了要給給肉啊，剛剛都給炒的時間，最後面要把它收汁起來。古時候給它收有個中料啊，整排已經 keep 住到底度。重點是，因為呢個它在嗰種老薑嘛，落去我家食落去咪好，薑麻的米頭呢，它有一些辣辣的米，唔夠重點配，它就是有這種辣勁。看看老店有個客家味啊，有個切點菜，那這位它從頭落去煮。真緊張的，好，那接下來然後帶點太高的生料給哦，這是蔡陽的創意，試試看。有阿婆的米氣。最厲害的所在就是你會吃到那種給你很大的驚喜，因為蘿蔔呢，對我們客家人來說啊，甜拌嘛，很日常，然後同時也就是家的味道，可是裡面呢。保衛牙給演習的滷飯條麥，它感覺味道有點像是吃春卷的時候，但重點是哦，塞滷配席。對，利用菜碟食材。超高哎，怪香。我又會直接聯想到從喺客家吹飽。哦，流香。有對香，然後一絲不那種吊你的胃口，想要一口接一口再吃一樣，而且很甜的。蔡陽給你一個讚。這有成獻棒齊齊嘅蘿蔔咧，除了細做蘿蔔乾，做創意嘅蘿蔔絲甜拌結，行家做得切做泡泡嘅蘿蔔錢來煮湯，現炸嘅香鹽瓜絲，搭皮豆腐皮，簡單炒一下嘅，兩層飯度，空蛋酸唔清，切加濃鹽，保濕清爽嘅米線。一直到了現在這間店哦。你們其實是一路走來很辛苦的，對不對？你講創業米間啊，就講係做當結婚家下，係原本係失敗數嘅，係做出嚟就係以前。最台就業都要這樣嘛，現在太薄。對。我說大哥，你剛剛講你老幾騙過了喲，那大姐這邊也做得很辛苦。一出行了就會很辛苦，但是到家來唔會啦。有沒有後悔？偷偷後悔？唔會，一次都冇後悔，因為也生意呢按太有嘛，佢轉來佢所有嘅工作呢，也將一下唔啲嘅，就慢慢的接觸下去。哦，剛
佢到那邊學到以為我轉嚟愛發揮嘅話也無相關，佢係佢後生人愛做一條路，係慢慢地去做，慢慢做傳承本嘅高價。當時時間3歲，係佢3歲時間我就開始煮麵，煮麵嗰就等到佢拖各種，然後拖台中109中畢業，俺爸爸就提講。佢同爸爸講：我要讀大學。爸爸講：我冇錢好結婚讀大學。我讀大學班冇相關家想辦法，但是佢聽到安尼之後，佢當有勇氣，佢就去報個海軍，高雄海軍去考落去做4年班這樣轉來。哇！不予教育，行到也來，也我兩公婆要60歲，佢。有安尼心愛傳承，我兩公婆當歡喜。蔡陽，你要不要再把握最後的時間，嘎嘎謝謝爸爸媽媽？就很感謝我的爸爸媽媽，讓我當完兵以後出去學，去餐廳學，然後也快10多年這樣，也一直都知道他們在家裡很辛苦，然後。就很感謝他們，然後現在我回來了，我會想辦法讓餐廳的生意更好。那也都有好，媽媽做得放心嘞，他生意做個加100。佢50年過後，發展跳得困難，行嘅路可能無咁簡單。心度難免沒有得會艱苦，同太哥講，兩公婆唔是當好嘢，唔過很多年來，實實在在嘅工作，誠心誠意就帶來嘅人客。加上呢啲3度嘅料理舞台，就係本身人嘅最大嘅財富。行家亦無卡人做盤上下，行家係生命地度買唔到嘅電路。蘇太人嘅生活經驗係寶貴嘅智慧，指引新人嘅方向。你要按家嘅時代地度，唔可以實體自家。無論係聽聽爸爸媽媽啲出現好無限，學習生態太自然，也係老阿婆學習素兒做傳統嘅料理，都係啲兒童木水地度，學到一種客家精神，傳承客家文化，分享一份美好嘅心意。我記得咯。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，下週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，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。谷一天，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，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，日秋處暑甜歸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歇18年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